各位啡圖娛樂嘅網友，大家好啊！咁啊，尋晚中年好聲音啊，係28號咧，就繼續播出咗香港賽區嘅進程嘅。咁啊，溫溫啊睇咗咧，覺得有2位參加者咧，好值得大家留意嘅。而佢哋有個共通點啦，就係都係咧屬於媽咪級歌手。其中一個啊，仲同我和僵屍有個約會有關係㗎。嗱，其中一位咧就係42歲嘅何晶晶。咁啊，晶晶咧就選唱呢個女神，就得到4眼燈。雖然啊唔能夠啊攞到滿分嘅5燈啊，原來啊佢係大有來頭㗎，可以講下啲底俾大家聽啦。因為佢曾經咧出道做過歌手㗎。晶晶咧就參加過咧2001年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嘅香港區選拔賽啊！哇！當陣時犀利啦，佢係贏咗鄭俊弘，贏到冠軍嘅喎。咁啊，後嚟咧更加咧係幫亞視唱啊呢套經典嘅電視劇《我和僵屍有個約會3之永恆國度》呢套劇嘅插曲，嗰首歌叫《重生》嘅。咁之後咧，佢係參加咗超級巨星啦，但最後咧因為種種原因咧就冇繼續唱歌，而係轉戰去配音界嘅喎。咁啊，直至咧數年前咧，咁佢終於咧就做全職媽咪湊仔女啦。嗱，咁啊，晶晶啊就透露咧，其實咧佢係喺2名仔仔嘅鼓勵之下，咁啊決定參賽嘅。咁啊，佢亦都啊喊住啊，咁啊慨嘆啊，今次咧再踏翻上呢個舞台咧，感覺咧呢個地方既熟悉又陌生嘅。咁啊，除咗晶晶之外咧，另一位值得留意嘅參賽者就係嚟自馬來西亞嘅40歲駐唱歌手許雲里啊。咁咧就佢選唱咗咧 What's Up 嘅。咁啊，佢把聲咧好屈機啊，沙啞得嚟咧又有特色同感染力。咁啊，只係開口唱咗幾句咧，已經得到啊呢個評判啊阿肥媽同谷婭溦嘅火速撳燈啊。最後咧更加俘虜咗其他評審，勇奪5燈嘅。嗱，咁啊，據阿許雲嚟講咧，其實啊佢係已經咧係3個仔女嘅媽媽嚟嘅啦。咁咧，但係我哋睇翻個社交網啦，就見佢咧好努力咧咁去做運動，保持身段。乍眼睇落去，真係完全唔似已經40歲兼生咗3個小朋友，真係 keep 得好好㗎。